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5年11月13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98篇，撒母耳记上卷28章第3节到19节，罗马书第1章18节到25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请鬼提号单。请鬼提号单是一句台湾俗语话啦吼。意思就是讲求唔对啦，也是讲代志颠倒害啦吼，变倒安尼颠倒病要得到帮助，结果害着家己。基督徒、犹太人遐个自称选民的，应该拢爱知影，然后代志都爱向上帝来求讨、祈祷。但是呢，总是有一寡人无要敬畏上帝，无祈求上帝，却反倒转去拜偶像啦，亲像鬼魂来求帮助共款啦吼。咱知影扫罗王伫背逆伫上帝了后，无要听上帝仆人撒母耳的鼓讲，伊的性命就离开上帝的道路愈来愈远啊吼。结果到伫撒母耳已经死离开世间啊，伊才去叫迄个红衣通灵的人。来将撒母耳的鬼魂叫出来，来问话啦吼。伊掠做讲伊变打扮了后，就无人会当认出是伊。结果吼，所有的人拢知，包括上帝也知，只有伊毋知影，逐个人拢知影。撒母耳记上卷28章第3节到19节记载着这段的经过。迄时，撒母耳已经死，所有的以色列人为着伊来哀哭，甲伊埋葬伫伊的故乡拉玛。扫罗捌将红衣甲惊邪术的来赶出国境。非利士人自击行军到伫苏联的扎营。扫罗自击所有的以色列人伫基利波扎营。扫罗看到非利士人的军兵就真惊，心肝噗噗菜。扫罗问上主，上主拢无用面盲，嘛无用乌灵，也是先知甲伊应答。扫罗吩咐伊的仆人讲：“甲我找一个红衣，我通去问伊。”仆人讲：“伫阮岛里有一个红衣。”扫罗就变装穿白款衫，带2个人甲伊做伙去。伫暝时，因去伫迄个红衣遐。扫罗甲伊讲：“你用看望的法术，甲我甲你讲迄个人出来。”红衣对伊讲：“你知扫罗所做的？”伊有甲红衣惊邪术的赶出国境，你是安怎要害我的性命？扫罗指上帝对伊来咒诅讲：“我只因我的上主咒诅你，袂因为这个代志受刑罚。”红衣讲：“你爱甲我甲你牵什么人出来？”伊讲：“甲我请撒母耳出来。”红衣看到撒母耳就大声挤出来，甲扫罗讲：“你是安怎骗我？你是扫罗。”王对伊讲：“免惊，你看见什么？”红衣甲扫罗讲：“我看到神魂对地出来。”扫罗讲：“伊生做啥款？”红衣讲：“有一个老人出来，身躯满长衫。”扫罗知是撒母耳，就趴伫涂骹甲伊拜。撒母耳甲扫罗讲：“你是安怎搅扰我，牵我出来？”扫罗讲：“我非常痛苦，因为非利士人来攻击我，上帝嘛离开我，无阁通过先知也是民盲应答我，所以我请你来，通指示我着安怎做。”撒母耳讲：“上主已经离开你，做你的对敌，你哪着问我？上主会照伊交代我对你讲的话实现。
伊已经将你的王权拔起来，交互你的同伴代笔。因为你违背上主的话，无将阿玛力人甲因所有的拢消灭，所以上主今仔日对你做这个代志，上主要将你甲以色列人交互非利士人的手。明仔载你甲你的囝就会甲我做伙，上主嘛会将以色列的军队交互非利士人的手。扫罗王就是无有追求上帝公义的人啦吼，也亲像保罗写批互罗马教会批信的中间提醒基督徒，上帝受气对这个不虔不义的人，因为追求上帝救恩的人，就必须爱学习上帝的公义以及慈悲怜悯。罗马书第1章18节到25节。上帝对天顶发出受气，谴责所有不虔不义的人，因的不义阻挡人捌真理。因为上帝有对因显明伊本身，所以因无应该对上帝有清楚的认识才对。对创世以来，上帝永远的大气力甲神性，虽然目睭看袂到，毋过通过受造的物会当清楚看见，所以因拢袂当杀责任。因为因虽然捌上帝，也无尊重伊做上帝，嘛无甲伊感谢，因的思想反倒当变做空空，心思愚妄，充满黑暗。因自称聪明，其实愚妄。因无将荣光归乎未死灭的上帝，反倒转去拜会死灭的人为鸟、禽兽、虫拖等的像。所以上帝出在因趁家己心内的欲望去做无清气的代志，直到着迄位糟蹋家己的身躯，用虚假脱换上帝的真理。因敬拜服侍被造物，无敬拜迄位造物主，伊才应该永远得到称赞。阿们。诗篇98篇，认定上帝唱新的歌，因为伊有奇妙的做事，伊的正手成的手骨施行拯救。上主已经宣布伊的救恩对列邦显明伊的公义。伊会记得伊对以色列家永远的慈爱甲信息，天边海角拢有看到咱的上帝的拯救，全地拢着对上主出欢喜的声，着出欢喜的歌唱歌来称赞伊，着弹琴来称赞上主，弹琴唱好听的诗歌学落伊，着用喇叭甲哨角伫上主咱的王的面前出欢喜的声。愿海甲海中一切拢出声，世界甲万物嘛拢出大声。愿江河拍瀑欢喜，众山岭伫上主面前做伙快乐唱歌。因为伊来要审判全地，伊要照公义审判世界，用公平审判万民。恳求上帝帮助阮坚定相信，并且愿意时刻来跟对主，无互阮伫信仰的生命中间乌白来憔悴，学习坚定的倚靠上帝，只有倚靠主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